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nathan。咁啱啱咧，咁就公布咗咧，荃灣永順街嗰塊地皮咧，咁就由華懋投得。咁啊，以呢個24.7億，咁啊，每尺樓面地價咧都好高啊，去到5006蚊尺地價。即係原先估值咧，大概係講緊3500蚊尺起啦。咁啊，預計可能都係4000零蚊咁，但係都估唔到啊。咁啊，比估值高咗26%。咁啊，由華懋投得嘅。咁啊，將來就有機會好多個長城嘅預期啦。咁就呢個項目咧，條片因為出得都，佢公佈結果都比預期快嘅。原先諗住星期四公佈嘅，但係佢今日星期二就已經公佈咗，咁所以條片就預期中就遲咗下。咁啊，不過唔緊要啦，你可以照睇後邊有講到啲周圍啲發展啦、配套嘅，咁你可以照睇咗先啦。咁啊，恭喜華懋啦，咁啊投得呢個荃灣嘅永順街呢塊地皮啦。咁如果你計翻個地價計咧，如果以5006蚊地價咧，計埋啲建築成本啊、利息啊，又或者發展商要賺嘅利潤咧，大概可能10%左右咧。咁你預計咁係幾多錢將來會賣翻出嚟咧？咁你將5006蚊地價加多大概 average 1萬蚊度啦，我估計啊1萬蚊左右。咁啊大概係個價錢就發展商係15600左右。咁點解佢哋要高過呢個價錢賣咧？咁啊將來可能講緊係大概要賣緊16000至18000蚊度啦。咁啊 below 2萬度，咁就都會有錢賺嘅。咁如果你話15600呢個價錢屋企咧，咁啊就應該係大概佢嘅成本價左右啦。咁啊都係當其時要睇翻佢起出嚟嘅時間啦，同埋將來佢賣出嚟個市況係點樣，再去定個價錢啦。咁就條片可以照睇咗先，係啦。咁如果有更 update 嘅 information 嘅，咁就會再同大家講。咁我哋即刻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nathan。咁今日咧嚟到呢個荃灣永順街啊，咁會同大家睇一睇個啱啱上個禮拜咧，咁就入咗標，咁啊有9份嘅標書入咗，咁就係投呢個永順街嘅441號，咁啊近攤住環宇海灣嗰塊地皮啊，咁個建築面積咧，佢呢度咧講緊個地價咧，就大概係講緊約莫係3500至到4000蚊尺度啦，保嗰個地價。咁啊，市值咧個估值講緊係15至到19億左右，係啦。咁啊，可預計嘅入伙單位數量咧，就大概係780伙。咁啊，預期中可能就係大概係2座度啦。咁啊，即係接近可能係起多個炮灣2期啦，定還是係點樣咧？咁我哋而家同大家睇一睇一啲嘅詳細資料，咁啊順便再帶大家睇一睇個地皮個發展嘅部分。咁啊，相對於嚟講咧，咁啊而家喺荃灣區嚟講都好少有係可以起到新樓嘅地皮㗎啦。咁啊，其中一塊就係呢個永順街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塊咧就喺華龍街嘅。咁但係華龍街嗰塊地皮咧，咁啊遲啲會再帶大家睇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去片啦。好，咁啊，一共咧就有9個嘅發展商咧，咁就係入咗標啦，投呢塊地啦。咁係邊9個發展商咧？咁我哋公佈一下啦。咁啊，包括係呢個嘅係長實啦，咁啊嘉華啦、華懋啦、新鴻基、恒基、會德豐、中國海外，咁以至就係呢個嘅信和、拍呢個嘅嘉里及招商局去投呢塊地皮嘅。咁啊 total 就應該係9個嘅財團咁啊入咗呢塊地皮。咁幾時公佈咧？嚟緊喺呢個嘅星期四啊，即係20號，咁就會知道究竟係邊一個發展商投得呢塊地㗎啦。咁啊，據我哋嘅內部消息咧，咁啊新鴻基啊、長實啊、信和啊，以及呢個嘅係中國海外咧，都係好大機會係可以投到呢塊地，都係好投地之前都係揾我哋問咗好多資料啦。究竟要入幾多錢先可以投到呢塊地咧？咁呢塊地皮咧，點解咁多發展商有興趣咧？除咗係荃灣區冇地可以起新樓之外咧，佢亦都係喺呢個市中心位置好近嘅。咁由我哋呢個地即係喺環宇海灣隔離啊，呢塊地行翻過去荃灣西鐵站咧，其實講緊5分鐘嘅步程嘅啫。咁如果你沿住路行過去咧，咁其實佢已經係做好咗有個橋底啊、遮頭啦，唔使揼雨啦。咁啊可以行到個西鐵站之餘咧，咁啊右手邊就係荃灣公園。咁你穿過荃灣公園咧，講緊大概係5至8分鐘度咧，就已經係可以去到全新天地啊、楊屋道街市啊，去翻呢個如心廣場啊、OP Mall 呢啲大型商場嘅。
咁個生活圈講緊係非常之方便，咁啊近翻住荃灣西一帶。好，咁講翻個地皮啦，個地皮咧面積就7萬平方尺，咁啊最高樓面可以起到43萬。係啦，咁啊入伙日期就2031年之前入伙，咁但係我相信投咗地嘅發展商都會係盡快起㗎啦。因為而家你見到啲樓花咧，基本上攞出嚟賣大概係2年樓花到，咁預計真係落成嘅話咧，其實我估計啊，應該投咗地翻嚟再起再去賣嘅時間應該係講緊2至3年到嘅啫。咁啊應該係會早過2031年之前就入到伙㗎。咁而家啲樓花基本上你見好多都係2年啦，或者1年半到樓花期嘅啫。咁同埋起樓嘅速度而家都好快，咁所以我相信就好快呢個地盤投咗地翻嚟咧，發展商就會起㗎啦，即刻。咁啊有少少條件咧，投地嘅發展商係需要跟翻佢個投地指引去做嘅一啲嘅配套設施，例如係啲咩咧？就係要起埋呢個嘅長者中心啦，即係一個安老院啦。咁另外就係要起一間嘅特殊嘅幼兒中心啦。咁同埋就係要提供有唔少過175個嘅車位啦。咁另外就係最重要啦，最重要就係佢要預留翻有天橋入口啊。咁俾將來咧，如果真係起天橋嘅話咧，咁啊接駁翻過去呢個樓盤，同埋去翻啲天橋位嘅。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咧，環宇海灣當其時咧都預留咗有個天橋嘅接駁入口位嘅。當時投地翻嚟咧，係政府要求發展商起樓嘅時候起埋。咁而呢塊地咧都相對有呢個要求。因為我 check 翻地政署嘅城市規劃咧，其實咧佢有個天橋網絡咧係連接到呢2個地盤啦，即係環宇海灣去到永順街呢個新嘅地盤啦，再駁翻過去邊度咧？去翻荃灣 Plaza88嗰個位置，即係近翻住雀躍亭嗰條天橋嘅。咁啊連住咧就可以成個荃灣西就打通晒啦。咁啊氹跨就圍住，真係變咗一個天橋之城。咁如果你問我究竟邊個發展商最想投得呢塊地，我自己就梗係最想係新鴻基啦。咁因為新鴻基喺荃灣計咧，其實都超過20年係冇佢嘅品牌喺度噶啦。咁啊數翻計嘅就已經係講緊差唔多20年嘅雀躍亭噶啦。係啦，咁啊新鴻基仲要今次係獨資去入標嘅話咧，咁啊大家都知啦，而家嘅天璽天佢嘅級數啊、屋苑嘅會所啊、設施啊，以至嘅配套咧，都係天花板咁滯㗎啦。咁如果新鴻基真係投到呢塊地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將來呢2座樓啦，即係呢780伙咧，咁一定係豪宅嘅級數嘅。咁啊，其次就我覺得都係信和啊，信和機會都大，因為信和就拍呢個嘉里同埋招商局3個發展商一齊去搞嘅，咁所以佢嘅資金可能有機會係充裕啲啦。咁啊，信和同埋嗰個負債比例都好少，你見佢近期賣啲樓咧都賣得幾好，例如係柏龍啦，柏龍嘅2、3期啦，以至係啱啱出咗價嘅柏景峰。係啦，咁啊信和同埋起樓嘅質素都有保證啦。咁啊主要就起樓佢信和係中意起一啲比較內園景啊，圍繞住個樓盤啦。咁同埋佢嗰啲間隔都係好四四正正嘅，我自己都比較好中意信和樓。咁如果信和真係投得到嘅，咁啊呢塊地啊變咗萬景峰嘅3期啦。好，咁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離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咁啊，嚟緊會再帶大家睇下一啲嘅筍盤啦，以至係荃灣區嘅一啲嘅規劃。咁啊，都會喺呢個 channel 度提供俾大家嘅。係啦，咁啊有個WhatsApp 嘅群組啦。咁有興趣嘅想留意多啲資訊嘅，或者留意開邊啲筍盤可以加入啦。係啦，咁啊我哋時間差唔多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